大家平安。Jauh-jauh tu cua ka jam-jaman nama ka jinana sulevat. Saka tu cua ka jam-jaman norja supina kai nuat sama si imazai tua senai. Imazai tua unamapuru katu arwa kayan, imazai tua ita karan paju julapuru katu 5karan。诗篇68篇1节到35节。凯旋之歌。上帝起来赶上他的仇敌，恨他的人都从他面前逃跑，像烟被吹散，他驱除他们，像蜡被融化。恶人在上帝面前消灭，但义人欢欣快乐，在上帝面前欢欣歌唱。要向上帝歌唱，歌颂他的名，为那位驾云的预备道路。他的名是耶和华，你们要在他面前欢悦。上帝住在他的圣殿里，他看顾孤儿，保护寡妇。他使孤独的人有家可归，使被囚的人重获自由。但叛逆的人要住在荒芜之地。上帝啊，当你走在你子民前头，领他们越过旷野的时候，大地震动，天也下好雨，因为西奈的上帝出现，以色列的上帝降临。上帝啊，你降下大雨，你使干旱的土地得到润泽，你的子民在那里安居，你以仁慈看顾贫穷人。主发出命令，成群的妇女传达信息。楚王和他们的军队逃跑了，在家的妇女们分取了猎物。有镀了白银的鸽子的像，它们的翅膀闪烁着金晶。为什么有些人在打仗之日躲在羊圈里？大能的上帝在沙门山赶上楚王时，他使那地下下了大雪。巴珊山多么雄伟呀！你有许多高峰，你怎敢从高峰上祭祀上帝所选择作为住处的锡安山？上主要永远住在这山上。主带着他迎亲雷望的金马从西奈进入圣所，他登上高天，带去许多俘虏，他接受叛逆者的贡品。主上帝要在那里居住，要颂赞主，因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他是上主，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主。上帝一定要打破仇敌的头，击碎固执犯罪的人的脑袋。主说过，我要把你们的仇敌从巴珊山带回来，我要带他们从海洋的深处返回，好使你们从他们的血河中走过，你们的狗要来舔他们的血。上帝啊，你凯旋的行列有目共睹，大家都看见上帝我王进入圣所。诗班在前，乐队在后，拍铃鼓的女童在中间。你们要在大聚会中颂赞上帝。以色列的子孙啊，你们都要颂赞主。最小的便雅悯之族走在前头，随后有犹大的领袖们和随从，接着有西布伦和拿佛他利的领袖。上帝啊，求你显示你的大能，显示那曾为了我们使用的能力。从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楚王带供物来献给你的地方，求你显示你的大能。求你谴责埃及那芦苇草丛中的野兽，谴责列国那群公牛和他们的小牛，直到他们都屈服。
向你献上银子，求你赶上那些好战的民族。有特使要从埃及来，古时人要举手向上帝祷告。世上万国啊，要歌颂上帝，你们要颂赞主，要歌颂那直奔于万古高空上的主。听吧，他发出威严的响声，你们要宣布上帝的大能，他的威严凌驾以色列，他的能力弥漫云霄。上帝啊，你在圣所中多么可畏！以色列的上帝赐力量和全能给他的子民，你们要颂赞上帝。爱就开暖什么？读出啊，该点的man哈西尼布巴达湾最大的胜利。诗篇68篇是大卫的胜利之歌，只不再描绘他如何挥军杀敌，而在表达对上帝全心的颂赞。因为大卫深知上帝施行拯救的历程。撒母耳记下5至6章记载，大卫求问上帝是否要迎战来犯的非利士人，并且遵照上帝的指示，连续2次击退非利士，稳固了山区到远海领土。在这之后，大卫挑选上万人要将约柜迎回来，但因乌撒伸手扶住约柜，上帝的怒气向乌撒发作，而当下击杀他。因此让大卫心生惧怕，将约柜转送到俄别以东家里。大卫这首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诗，见证基督从死里复活，指导魔鬼核心，不仅把人从罪中抢救出来，更偿清人的罪债。如今我们不必再害怕面对约柜，也不必把约柜转送到别人家中。我们可以在圣所全心敬拜，如同大卫最终迎接约柜入城，极力跳舞、欢呼、吹角，迎来人生最大的胜利。Sinaya tu tsua ka jaman-jaman asini para luai asini papupi so janu tim papulat tua varong semam parawat zemenger ni tabidi tua linakevan tua pinapupi suran na tamakaya timaju imazai tua sitsubungan nimaju siserapai tayau sakala tinana semam parawat tua ta cemas nona semam parawat secin tua ta cemas linakavitin papupi surinitin papu sawanitin saka na paaletin tua ta cemas saka cice nama pulat na kuanika kipasu sucin tua mana asini pajaje kate no ta cemas na auri nama kaitinana tamakaya no tamakaya tim mavana ta kisusu mavana ta kiparai mavana na penasitan mavana kemasivarung apa alai toa cemas no nama tajwa manarui makaya tamakaya tin imazai toa ta siserapai toa ta kemudanga ayakana pasemarau saka tutu asini pakini menemukan 我有什么问题是耶稣不能解决的？我有什么问题是耶稣不能解决的？现在都做个jaman-jaman harus jadi kaluina kinamnem， 那讲个马多 kinamnem ayah kenapa semalau kainuli，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常常想把重担卸给你，却又继续背着重担前进。求你帮助我每天与你亲近，每天都能得到人生的大胜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Mali-mali tu tsua ka naman nama kay tina misa selang an sumupu kilaroy to akay no at samat sa jabay nekan no kina sasyanan saka kiko lino tiana pasamaraw tiang tu tsua ka jaman-jaman to mana sintulu tu tsua ka jaman-jaman imazay to 新眼光 ay kana pasamaraw saka mali-mali
简单的处理吧，读出来讲给你爱的晚，大家平安。